但是讲2天收底啦，头路讲啊吼，其实所有这课，我伫中山医开啊吼，迄拢是一学期的课啦吼。啊，摕来遮要1点钟要讲这题材，实在讲袂了啦。好，头拄啊吼，准有长老讲得真清楚啦。啊，遮有2个补充的资源，电子资源，就是讲你 online 会当用啊啦。你 online 会当，就是讲你若要学罗马字啊吼。就是讲，迄奥真重要啦！头拄啊，迄个真好，我嘛是对安尼迄个系统开始学起来，嘛是看这学。啊，即摆教育部有开发一个吼，你若拍教育部台语拼音有无？你的迄个关键词敲出 online， 你来找到2个网站啦。我简单先小解这2个网站你即本来要讲文学嘛一个是做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教学网啦，一个做商用书店啦。你若是讲你要学罗马字，你讲哎呀，这拼音你5、7、3、2、1、7迄变调伤复杂，来点入去了后你知影咱即摆少年人就是讲伊无爱想大数，一定爱真趣味对无？真彩色哇！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教学网，你点一个请位遮入去有无？才甲点落去了后，伊就无爱入去啊！无啦，就入来食入来食对无？入来食咱就有声母小界当然佫有韵母小界。就是有一寡物件，这有关的咱莫插伊啦咱无时间啊。这声母小界，你若要学罗马字亲像讲这声母韵母有无？你声母咱甲点入去点入去你等于拢会当家己点啦，我只是互恁工具网络的工具，因为网络的工具有啥物好处咧？就是毋免稳你就会当随时啊，对无像讲你若讲半暝3点想到一个问题，哎呀，这个物件要安怎要安怎较互何老师好无？无啦，半暝3点无较互我啦，对无但是你若是 online 看会使无？会嘛，对无？也是讲随地嘛像讲你若去便所去的时哎呀，我想到一个字安怎讲咧无来靠何老师何老师，我在便所向头想到一个问题，安尼刚好，安尼嘛无好对无？若摕手机起来背会使无？会嘛对无所以随时随地啦但是唯一就是网络有够紧啦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好来咱大家头拄准着老师甲大家小解嘛咱来复习一下，看大家晓念无？来，咱先看第一排，来来注意伊这顺序是安怎来呢？以前我都毋知影讲是是现在毋是啦我问老师老师讲以早人安尼规定你就背就对问较济要创对无？是毋是安尼？因为因嘛毋知啦，你念这个你就知影啦自从我学台语罗马字了后，中文就变好啊。是安怎？因为我知影道理啊。你看注意看我的嘴讲倒位咧发音，嘴唇嘛有所以华语先是再来是嘴唇喙齿咱无对无？再来是有你的喙齿拢是安尼有无？是毋是安尼？再来啦就是你有发现迄发音的部位拢一直有迄就是规正嘛。咱头仔咱昨一直讲冠有张头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照这来看，双唇啦、字尖啦、字根啦，啥物物件，所以你着真清楚对无？是毋是安尼？你着袂乱袂花啦。所以讲学语言一定爱对伊的音开始学，所以咱第一就教音有无而且你爱知影伊的规则伫倒位啦好，你着足好记的啦。好入去以后就安怎？入去以后你袂晓念嘛对无？你看到迄也是讲你当去教囡仔袂晓念对无？要安怎？你点入去以后伊着搁点一摆点这个大圆圆你甲点落，伊就念互你听对无？若下面搁有一个口诀啦。大家做咧念一摆啦，好无？大家做咧念，来预备来。
嘞啵，哇，是不是安尼？足简单哦。啊，过来个咱点小练习无？哦，小练习甲点落，伊就安怎？哇，你若听袂清楚，搁一摆点一个喇叭就搁一摆啊。哇，阿爸的爸，啊，你来选一个，这个是爸，还是这个是爸，还是这个是爸？中一个啦，对吧？吼，是不是安尼？啊，你若选唔对会安怎？你选第一个看下。唔对。哇，是不是安尼？啊，你过来一摆，啊，就选对啊，啊对吧？啊，就对啊。所以这是声母，啊，这是韵母，哦，头拄啊，吼，咱林长老小解，所有的韵母拢伫内底。啊，上复杂的是啥？声调对吧？哦，声调对吧？哦，啊，声调吼，唔是点声调小解哦，你点这个声调小解无效啦，这内底干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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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尔，对吧？吼，你爱点倒位？变调规则，有无？吼，变调规则，甲点落，吼，伊就会甲你讲安怎？伊甲你讲，亲像讲啊吼，芳芳，你应该写做芳芳，但是事实上爱安怎念？点一个就伊就念互你听。哇，点即个就念互你听，哇，哦，是毋是安尼？啊，才有练习无？练习像即个是，你若点落来，伊就甲你讲，来，这是选择题哦，啊，注意选哦，哇，好 ，OK， 吼，好，好，来，反正就是讲吼，你若点入去，伊就甲你讲啊吼，车，还是车，倒一个啦，吼，这，车，吼，搁一。哦，搁一届吼。车，倒一个。车嘛，对吧？吼，啊，你来选伊迄个，我都袂记得头拄仔伊迄个都市生啊，凊彩选袂要紧啦。有无吼？啊安尼嘛吼，啊，搁来后一题。倒一个。一个嘛吼，对无吼？啊，就选就对啊嘛吼，有无？吼，啊，所以呢吼。啊，真就是互你练习迄个声调啦，啊，然后迄个练习字母啦，啊，伊拢一直念互你听，对无？哦，你会当哪听哪学哪听哪记，对无？啊，最后就有一个啥物件，就有一个迄个啥测验啊，测验啊，你点入去拼音测验，吼，你甲点入去。好，啊，有声母、韵母、词类甲底句啦，吼，愈来愈困难啦。啊，今日甲咱小上简单的，听下等下你家己点声母、韵母啦，吼，好来。啊，声母、韵母点落以后，以后伊就不爱紧张，甲咱讲食紧着安怎？落雨啊，学这要有耐心啦。我甲大家分享我家己学的经验啦，吼，我家己分享学迄个学的是教会罗马字开始学的啦。啊，到尾就是讲到尾当然要学教育部的台语，足简单的啦，吼。我一开始安怎呢？迄吼一开始学甲足辛苦的，就是吼，甚至头毛有无吼？哦，咱个人头毛，我就安怎啊？就开始念头啊，第7条对无？吼，我咧有算啊第7啊对无？头毛迄个头，我是安尼头，对无？头毛啊，第7啊是念第7条，啊原本是倒一条？5、7。有一个考卷嘛，5、7、3、2、1、7嘛，4卷8加，对吧？吼啊，第7条就是第5条变的，所以我就该飘头第5条。啊，摸倒一个，第1对无？摸哇，嘛是一支安尼好来啊，才有今仔日，毋是讲我出世就晓迄个什么声调啥，迄个就是安尼渐渐甲好，愈好就会愈惯势。无人讲啊吼，免学就会晓的啦。美国人学写字啊学偌久，对无？吼啊嘛是共款写毋对啊，对无？啊咱袂当讲啊吼，哎呀我看5分钟看袂晓，哎呀伤难，我无法度，是毋是安尼咧？哦，毋是啦，我嘛是安尼慢慢练咧。好，啊伊声母韵母出来啊，哦，咱会当等来到遮，就是你若感觉你学的 OK， 来选题数20题，哦，凊彩啦，开始佚佗有无？吼，开始佚佗。我啊，啥来无？无安怎？伊还袂走了啦，伊还袂走。无是倒一个？无是倒一个？无亲的无，好，过来，搁点一届，搁听一届啦，搁听一届。
真慢，网络的关系啊。你等你出去听应该真顺啦。好啦，啊你就无啦吼，啊敢若一个空间就是听者，倒一个是无，一个毋是啦吼，咱点看卖毋是啊，安怎好无？伊就甲你拍册啊，伊就无爱互你点有无吼？啊，一直到食无啦吼，啊安尼对啊，才会当进入后一题啦。所以当训练你的迄个字啦吼，啊最后嘛有互你拍几句啦，你会当一个一关一关慢慢啊过啦。啊你听有无吼？这是迄个教育部的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教学网，安尼听有啦吼，这个网站。另外小解一个，你会晓输入法了后，我讲你一定要学输入法，你才会用台语啦。而且你的发音若发唔对，你才知影，因为你一定要用罗马字去输入嘛。啊，输入你若发音发唔对，你就拍袂出来。像阮咧学生囡仔吼，伊拢拍音啊音啊，想要拍紧啦吼，对吧？吼啊音啊音啊，叫你就拍袂出来嘛，拍袂出来伊就知影伊安怎念唔对啊，对吧？是不是安尼？伊就爱拍音啊，哇，像我伊就写哇，啊哪会无老师哪会无我？然后啊，你拍唔对啊，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一定要用输入法。好，当你学会晓输入，有了拼音以后，另外一个网站或者，好，你去 search， 哇，无网络，算了啦吼。迄有一个叫做，迄脑内底有。哦，迄脑内底有晓。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啦，嘿，迄个字典的有也有诶。嘿，迄个啥，即摆无法度连网络啦，吼，刷刷去，吼，你迄个词典，所以毋免去问讲啊，吼，老师，迄啥物的台语要怎写？家己去查词典袂使啊，迄个词典内底有华语查台语的，安尼听有无？啊嘛有台语查台语的，台语查台语就是你输入迄个声调，啊内底会甲你讲汉字安怎写。罗马字安怎写？啊，佫有一个符号会念互你听，安尼听啦吼，安尼听啦吼。所以这吼，就是因为咱即一个课程是安尼啦，是我想讲趁即个机会小补充一个 online 啦。即摆 online 拢足方便的，头拄咱听到迄个字母歌啥物物件，伫迄个 handout 内底啊吼，嘛拢有迄个网址啊吼，会当去拍啦吼。好，总是讲吼。咱即摆转来，咱即个主题，看你网络会当用啊，会当用的。我的电脑收成较歹，当用，咱就转来台语文学啦，吼。台语文学看就知。来，讲台语文学啦，吼，安怎应用啦？吼，咱再去讲迄个什么传统的物件啦、现代物件，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足重要的。1980年代台语运动战后正式展开，就是对啥物开始？对海外啦。对海外开始啦，迄当阵的台语运动是甲台语文学运动开始的，因为人拢讲啊吼，恁台语啦有语言无文学啦，叫恁写一寡较优雅的文学作品，恁台语就无法度啊啦，恁台语敢会当错干交尔啦吼，恁台语敢会当安怎啦，对无？是毋是安尼？哦，所以啊吼，迄当阵一寡作家伫啥物所在开始，就是伫海外有3点上重要，一个叫做夏威夷，一个叫做 Los Angeles。另外一个叫做 Toronto， 哦，这3个点开始战后的台语运动啦。若无遐个成败，哦，就无今仔阮徛伫遮这个基础安尼啦，吼。所以呢，吼，台语文学啊，台语文学发展到呾，吼，若佫有人讲台语有台语无文学的啊，吼，迄拢是真正无知识的人啦，吼。因为啊，吼，台语的现代诗伫公开正式有 ISBN 册码发表已经10000多首啊啦，吼，啊小说已经有1000篇以上啊啦，吼，啊所以今仔日甲大家，因为时间其实嘛无济啦，甲大家小解一下啊，台湾的台语文学现代发展的现况啦。啊，头拄中昼啊，吼，阮咧食饭啦，啊食饭就咧讲起啊，吼，讲啊吼，哎呀，迄个台语的臭干胶安尼啦，吼哇，吼，恁着是毋是臭干胶？才有还袂满18岁无？我头仔就讲吼，哎呀，臭干胶遮新鲜，遮趣味对无吼？是毋是臭干胶真新鲜真趣味对无吼？伊其实甲两个代志有关系啦，所有的臭干胶拢甲2项代志有关系，一个叫做性啦，吼，甲性有关；另外一个甲死亡有关系啦，死啦吼。所以吼，人个咱问讲吼，啊你靠背啊对无吼？啊靠背是咧救惨人的老爸啦，吼，靠背就是爸爸过身有无？你啊你靠无？所以靠背是迄啦。啊另外一个是啥物？另外一个说死路房啦。有无？你这碰到底命死无人靠，有无？是毋是安尼？啊无就讲啊吼，啥物？你这个死路棚啦，死路棚就是啥物件？死伫路边啦，有
哇，横死街头哇，死路亡啦，哇吼！啊，那迄个做歹心的就讲歹心乌落肚啦，要死的初15啦，吼，啊要出山的透风落雨啦，吼，是安怎你知影？是安怎要死的爱初15？因为吼，迄歹代志做真无人甲拜，你知影？要死初15无人甲拜，以后无人甲做祭，你知影？啊，初15是大家本地来拜拜对无？啊，伊若其他贵公，你看，迄拢要拜我的啦。啊，顺常伊就无人拜嘛，吼，所以要死就初15，啊，要出去就透风落雨啦。相当于无人要甲送上山头，你知影？无人要甲送啦。啊，就讲哎呀，啊透风落雨，所以无人要来啦，吼，是毋是安尼？吼，这甲死有关系，啊，无就甲神有关系啦，吼，甲神有关系啦，吼，啊，真济啦。啊，其实啊，吼，有一个小说家，吼，其实。台语小说看较济，我感觉3个人写真精彩，真值得推荐。第一届要接触台语小说的人写，第一个叫做陈明仁啦，吼，陈明仁啦，哦，伊嘿陈明，伊即马是台语笔会、台文笔会的理事长啦，吼，台文笔会理事长。伊写小说就有一个开口的，吼，我头仔有答应讲啊，吼，咱第一本文学作品要来记错干桥的文学作品啦，吼，咱就来记者，这叫老实古碑啦，吼。伊咧写啥？你知影？我念一段互各位听啦。吼，伊讲干无臭无潲的生活，这是规篇小说的第一句啦。我讲话伤粗鲁，查某的是安怎？要问我的代志，干我毋是咧吵你啦，我咧吵无臭无潲的社会。吼，这是一个槟榔西施讲的啦。伊讲啊吼，阮阿爸对人走啊，你知影？阮阿母伤欠卡啦，哦，阮阿爸挡袂牢，免若我嘛早晚会落跑。哦，阿母讲啊吼，查某人目睭要八福金啦，唔通我靠查甫人，钱上好会欠尽量欠。查甫人啊，落地啊若有伸头啊，就会作怪啦。恁跋娶查某无所不至啦吼，若毋是恁母啊欠长内度，有小通好过啦。是不是安尼吼？迄就来要开始啦吼，就是讲迄个槟榔西施嘛，因妈妈安怎对无吼？啊，最后啊吼。最后，过来就安怎吼？过来就讲啊吼，伊就去做槟榔西施啦。伊讲安怎？人客是稳健较济啦，大通路车呼呼叫，无行路的过路客。本地我暗办的生意真好，槟榔搞袂富卖啦。头家娘讲啊，比伊咧顾较好，真讹了我，加几啊千箍奖金互我，佮带我去买衫，准做家己的查某囝看待。啊，台湾的饲草啊，会使讲无三工好光景。阮的生意好，就有人目孔赤。无1起落外，加插出来要10担，人客有的是固定的，走袂去啦。要买阿丽啊、槟榔的啊，袂走去别搭去。阿丽是我的名啦，你敢捌听过姓道的槟榔阿丽啦？拼人客看手腕啦，我是无咧游淫啦。人讲我好笑神，喙若笑，鼻仔肉拢对咧笑啦。喊的了算袂歹，有时拖拉裤大的，趁我伸手摕槟榔互因的时，会偷摸我的手，迄无要紧啦。吼，规暝拼暗车，西久会忝咧，若拄久就去啊，手互因摸一个较有精神，咱也袂减一礼拜。是不是安尼？吼，好啦，吼，迄个就继续讲落啦，吼。啊，伊就讲啥物？本地大路边有槟榔的啦，毋是查甫人，就是阮头家娘迄款30-40度粗艺啦。粗艺就是有气的倒饼啦，吼，哪知啊？毋知当时因看大家拢爱甲我交关，就专工请15-16岁的查某囡仔来甲我抢生意。生意看人做的，竞争嘛袂要紧。迄个查某囡仔正当的手腕袂晓，无臭无潲干，煞拢老凉的啊！你听无？就是穿衫穿较少，肉互人看较济咧啦，哦，有影无臭无潲，要闹就来闹。我阿丽啊，也毋是欠死、气喙、开骹破相，应该扑的拢真扑，假死无输人啦。头家娘讲安尼毋好啦，败坏社会风俗啦。因迄 LKK 迄代啊，真古板，笑死啦。肉是爸母生正的啦，本人看一个有啥要紧？我读小学就掀坎啊，15岁就穿死罩白，比连行毋是天霸王，毋过要算有岁。这厉害伫倒位呢？有人你就感觉讲，哎呀，啊这足粗的对吧？吼，你要小，你要煮，你要烂什么的，对吧？是不是安尼？吼，规句拢咧骂啦，但是有几个特色啦。我讲这足有文学性的啦。第一个文学性伫倒位呢？吼，咱的文学是要创啥？是咧反映社会问题，对吧？吼，反映咱的社会。人讲啊，吼，
你无法度去经历所有的事件啦，因为人生有限，所以你安怎读文学作品？因为读文学作品会当帮你理解无共阶层的人，无共生活环境的人，因的想法，因的人生，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你敢有做过评论师？是你敢有教过评论？无嘛，你敢有露脸互人看，对吧？无嘛。但是你若看这第一因为伊开口，伊想要用较侪粗话，因为伊描写的是上底层的社会。迄个人平常时就是安尼讲话嘛，对吧？是毋是安尼？迄个人平常时就安尼讲，所以你去讲甲足傻马开的，听有啥物好做傻马开无？讲甲足傻马开的，要拢上顶人安尼啦吼，迄就表现袂出迄种开口，是毋是安尼？啊，所以这是毋是真第一？伊真正表现迄种底层的人的开口，对吧？第二，自头到尾拢是共一个阿丽仔咧讲尔，对吧？但是你听会出伊咧对话无？听会出来无？啥物你听无啦？啥物伊有咧问嘛，对吧？其实甲伊对话，你若规篇看了，你就知是一个警察啦。啊，迄警察咧描写，咧对问啥？因为有一个甲迄个阿丽仔足好的查甫的叫用刣死啦。啊，所以伊咧问讲，到底是伊刣是毋是啦？啊，到底事情是安怎经过？所以一个人自头到尾拢一个人咧讲话，但是你看会出对话，看会出剧情，安尼有厉害无？有啦安尼是毋是真有文学性？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就是讲伊即个物件叫你写，你敢写会出来？你敢有才能用即种底层的人的开口咧讲话，咧写文章，无法度嘛？伊就有法度啦，写甲真好。当然啦，伊毋是敢若晓写即种的伊迄个啥？伊即本册叫做啥物咧？叫做路树骹的杜伯啊，路树骹的杜伯啊，迄个第一篇小说集啦，这是伊的第一篇，叫做老实古碑啦，伊迄路树骹的杜伯啊，有老实古碑有啊，伊迄路树骹的杜伯啊，是咧写失败的商业失败的故事。你知有信无？有啦，商业的失败就去共偷摕技术的啦，啥物足精彩啊！伊嘛有写迄种古早时的迄个生活的物件，佮出 CD，阮就是车顶放互阮查某囝听，阮查某囝足爱听啦，伊逐下来讲爸爸，我要听爬远的故事啦。爬远的故事有啊迄 CD 啦，我就经适合伊听的啦，啥物小迪啊、掠牛的故事啦，啥物，就是讲伊内底有一段我想讲互各位听，毋是小迪掠牛，另外一个讲在地啊。伊讲古早时啊咱台湾的猪啊咱台湾的电脑即摆无，即摆最发展嘛。古早时台湾电脑无法发展的时啊迄猪啊一工会运偌济去台北卖啊无人知影啦，看好歹运的。所以呢愈早起安怎？卖愈贵啦，因为安怎？因为你毋知影后续会来偌济嘛，所以愈早起愈贵。搁来卖猪啊是称斤的咧，伊是照磅的对无？但是你沿路你若是中南部运去台北，伊会放石放屎无？对无？是毋是体重就较消啊？对无？所以第一较俗啊，第二体重较消，所以你运愈久，伊愈安怎？计效愈歹啦所以那阵载猪仔的两个人啦，一个坐伫遐开车啦拖拉库的司机运酱有无？另外一个伫边仔啦，伊安尼超过另外一台载猪仔，发1000块就互伊安尼啦。哎呀所以迄主工因阿爸就是迄种载猪仔的运酱啦。就超过1000块，超过1000块，搁1000块哇，是毋是安尼？结果安怎？嘣，弄死啦！故事就安尼开始的，好啊真厉害对无？所以陈明仁啦，陈明仁啦，我看我迄个即内底有写无？这陈明仁啦，有啊陈明仁，迄小说真推荐啦，真推荐。但是伊安怎写？汉字加罗马字对无？像咱准长长老讲的，伊就毋免甲时间了伫想讲即个汉字要安怎写。你若安尼写文章，你若逐字仔想讲汉字要安怎写，你要用偌久的时间去想汉字，你煞免写对无？是毋是安尼？你用时间应该是时间来摕来想讲文章要安怎写互较水咧，较互人感动咧，是毋是安尼？是嘛所以伊拢用汉字啦。第二个叫做单雷啦单雷即摆住伫讨论度啦我顶间去讨论度的时候，甲伊见着面啦战后第一个开始写台语小说的作家，住伫讨论度叫单雷。你若去问，毋是问单医师，单雷，你爱问吴医师啦。会写文章迄个吴医师住伫倒位啦讨论度，单雷。即个单雷咧你知影伊第一篇小说是用华语写，
结果写了以后，伊愈看愈袂爽啦吼，愈袂满意，你知影？伊讲我明明想的毋是即个意思的，欢喜就是无法度表达我的想法，所以就改用台语写。战后第一个开始写台语小说的，就是即个啦吼。啊，伊进前写一本《乡书簿记》，遮厚哦，遮厚哦，我自头看到尾。我讲啊吼，我伫内底学着足侪台语词，因为我算较小可年岁，无像因迄个单位遐迄个较外语词较侪岁，所以有一寡台语词我袂晓嘛，哦对无？像阮爸少年嘛拢无甲骂嘛，哦所以吼什物暗浪硬等国币哇，迄拢毋知影，咱袂用嘛对无？啊什物压贴的所在，压贴的所在是倒？压贴的所在是倒？哈？毋知啦吼，压贴的所在，吼啊，迄查某囡仔一个人暗时转去啊吼，毋好惊迄压贴的所在啦。啊，若爱情啊要约会啊吼，就爱去压贴的所在啦，爱听有啦吼。啊，所以压贴就是啥物？较暗、较无人教的所在啦，叫压贴。咱嘛毋知影对无？我安怎学着遐个词的？你知影？看陈明真的《乡书簿记》，遮厚的台语小说，看了以后就安怎？你遐词拢学袂起来，对吧？因为遮厚嘛，对吧？吼。好，啊，伊乡书簿记写了偌厉害呢？我互各位看卖。吼，咱无真侪时间，所以我讲话速度较紧啦，吼，较歹势。这单位是唱歌迄个单位。吼，无共，唱歌迄个单位啦，吼，袂晓写作啦，吼，袂晓台语啦，吼。唱歌迄个，唱歌迄个单位，毋是即个单位啦，即个单位姓吴啦，吴医师啦，吼，吴医师啦，吼，变名啦，变名单位啦，吼。你听伊写了偌水哦，吼，我感觉哦，这篇遮厚，这本哦，我自头到尾安尼一困头，我甲看好了，听袂落来啦，听袂落来啦。刚才我是休热时看，叫人家免上课，你知影？吼，伊咧讲迄个一阵贼啦，吼，迄个贼啊，即暗迄阵贼秘伫哪豆内底。等下我先爱小解一下，哪豆恁知影无啦？知影啦，吼，迄个像旺来安尼哇，一粒有，一粒有啊无好食啦，所以莫去买什么哪豆糕食，迄种爱啉的啦。对啦，吼，迄老互果子肉啥去食啦，吼，果子狸有啊，果子肉哦，然后后来，所以你知影哪豆是啥？啊，哪豆叶是啥？尖尖有啊，吼，哪豆叶啊是拢尖尖对吧？吼，所以呢吼，人讲安怎？哪豆叶切尻川安怎？随人本顶，在人的本顶啦，对吧？吼，哪豆叶啦，吼，迄种食的嘛会当切尻川，是安怎？咱就人有法度嘛，对吧？在人的本顶啦，哎呀，吼，啊，这哪豆甲咱台湾真有关系啦，吼，像讲吼，咱台湾古早咧留喙鬚，喙鬚足重视的嘛，对吧？吼，啊，所以咧留鬚就是一解交天气，啊，交天气了后就开始留嘛，啊，迄工足重要，无爱互讲歹听话啦，吼，所以阿伯啊，吼，加了以后要转去厝里。伊说吼，专工惊啥？惊海边啊，海边较侪拿豆就无囡仔有无？无阿交囡仔咧甲你讲，讲阿伯，你今年老手，明年翘翘，喙鬚就翘起来喎，翘哦。你今年老手，明年就翘喎吼。所以吼，伊无爱互讲啦，爱就惊海边啊。啊，惊海边啊，吼，怎较侪拿豆嘛？啊，怎注视看到一个查某囡仔要跳海啦，啊，伊就甲闹啦，伊当然咧叫啊，免莫啥物查某囡仔，莫遐想袂开啦，啥物代志好我讲无定，我甲你斗相共啦。查某囡仔活过来吼，就对阿伯讲一句话，伊讲阿伯啊，你毋免闹啦，你闹嘛死，无闹嘛死啦。你是咧讲伊啦，吼，你甲我闹，我嘛是死啦，哦，当然嘛是死，无闹嘛是死。结果阿伯啊，煞听着老嘛死，无老嘛死喎，哇，迄拿豆啦，吼，迄个所以拿豆甲咱台湾人的生活嘛，足密切的，哇，吼，所以吼，伊安怎？即暗迄阵贼秘伫拿豆内底，为一个衣裤啊，点支看火烧，迄火硬笑着四围，目生拿豆，那大粒金的珍珠在发光，这时大拿顶有一撮加闪跳的过来。迄空旷的乌天，像一个大怪，甲即粒金的珍珠白白砍掉咧，毋互外人看到，惊秘密流泄出去。等啊，一个人跍伫火边饲火，金纸一张凹做过，火燃烧，迄火见着风头，火子吐长来掠金纸，吞入去火道烧，安尼火就搁光硬起来，哦。念伊一沓金纸烧了后，变做一格一格的纸糊，按火刀拖出来，顺小风飞悬起，
弹压锤炼，金纸烧一堆，有影讲保庇，事业大成功，紧紧转来去。安尼啦吼，有水伫倒位呢？你看，伊个比如，伊甲拿豆比如做啥？黄金的珍珠啦，大粒的，啊，贼是毋是要去偷摕物件对吧？要去争辩啦，我原本嘛毋知影争辩是啥，你知影吼？啊，我来看伊个册才知影，因为啊，所以拿豆比如做珍珠，啊，因为因要去争辩，要去甲偷摕物件，所以是毋是要去偷摕宝物对吧？啊，暗是无？空旷的乌天像一个大瓜，甲即个黄金的珍珠麻麻牵起来，惊互秘密流泄出去，是毋是？甲迄个贼仔迄个心情足像的哇？是毋是安尼？所以这就是好的比喻啊，有无？这是真水的比喻。啊，佮来啊吼，伊安怎？你平常时烧金纸的时，你敢会家己想讲是花枝土长长要来掠金纸，吞入火炉烧，袂对无？吼，契诃夫安怎讲？你知影？吼，契诃夫契诃夫啦吼，讲啊吼，作家的任务毋是要描写一个洛西亚作家，伊讲要作家的任务毋是要描写新的事物，是甲日常生活的事物，用另外一个角度写出来。互大家读者甲顶头个会感受到日常生活，什么意思咧？你平常是烧金纸，那总当然咱教会无烧啦，吼，啊，但是那平常以前有看人烧金纸，你就知，啊，就安尼烧，足热的，啊，紧烧烧，紧来走，对无？你袂去注意到烧金纸的细节，但是作家一旦若家己安尼比如，你连刚若个看到人烧金纸，你是毋是就想到伊讲的，迄花枝土长长来掠金纸，吞入去火炉烧，吼，安尼就搁倒起来，啊，过来搁变成一撮的纸糊，按火炉吐出来，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连刚你若看到人咧烧金纸，你就顶头搁有印象，因为你想起作家写的即个话，对无？这就是文学，文学互咱顶头搁。转来咱的世界，袂讲安尼一直过，像咱昨讲的，你是毋是定定拢出门以后想讲，哎，我到底有关门无关门，有锁门无锁门，啊有关火无关火，对无？因为你已经自动化去啊嘛。作家的任务就是透过伊的描写，互你去顶头感受到日常真久边的世界，对无？安尼有水无啦？也毋难呢。互各位看下面一段，遐个贼啊吼，好来，我甲你各位念一段。吼，佮念一段，迄因贼就走出来啊嘛，对吧？吼，要去偷摕人的物件吼，安怎入去枪位内底？吼，这真正是足精彩的武侠小说啦！以前伫庙埕听人讲过啊吼，嘛差不多上精彩就是安尼尔。恁听我念看嘛。这贼骨未来到墙仔骹，看迄头尾也无动静，但啊，一个手势，啊好，屈一个骹尾，让我双骹跳起，两个贼大肩架头相插，挺就徛起来。哎呦，心一个吼，亮咧就过去啊！迄样啊，轻身会飞，骹手会连柄，闪一个影，翻一个身，滚一个就跳落去。打墙啊，即头，迄顾家迄后，天冷啉酒，温伫鸟拔骹哦，拄久啦，咧当生落，雄雄噗一个一声，拍精神来，哎呀，明明毋是鸟拔生的时阵，太噗一声，鸟拔搬落来。抡一个心，想要爬起来巡看，迄样只有树皮，竟猫巴肚枵叫。哦，顾家妹，又阁是你，恁爸明仔载掠你来剥皮，阮嘞阁困去。样踮脚未来到身边，把大尾抱一支铁锹，上真头壳心就甲猫落去。对碰着头壳无毛的所在，徛一个一声，像拜佛的枯木鱼，袂凉的扑鸭子，一粒光头逼做两边。这部叫做《残鞋啊点珠》，因为功夫比剑较厉害，可怜老伙仔拄则大上爱困路，还袂惊到袂昏时，就互人请去三太殿。哦，伊去安怎？不退，乌呼哀哉！赶紧伫伊个身躯顶扫，摸着一挂锁匙，弯过来拍开大门，又搁喵一声猫仔叫。迄大门外贼拿一股臭水沟的河流，酸嘞，就入来，水无？所以有精彩无？所以无怪我听袂落来，对无？吼，而且吼，你愈看，你的台语读写的能力就安怎？愈好啊，对无？你阮了看，阮一开始读是慢慢啊，一字一字安尼读，对无？吼，慢慢你就会当像我安尼刷一直看过，有无？啊，
安尼你就完全当享受到文学作品的趣味啊，是毋是安尼？啊，你的台语的读写能力，迄当阵就安怎？写叫啊啦，毋免伫遐烦恼讲啊，我要安怎和音，要安怎啥，对无？加看就好啊啦，对无？看小说学台语，对无？吼，啊，这乡土保记啊吼，哦，乡土足厉害啦，这遮高啦，我就毋相信你看了以后台语会比我较老，对无？吼，你就足高的啦，我就是安尼看，所以大家嘛是用汉语啊，对无？啥物人咧专汉咧写，足少的啦，足少。除非写较低篇的才有法度啦。长篇的因为你还去找字，逐字伫遐找，即字汉字要哪写，即字汉字要哪写，想几步嘛想无。你看伊单位差不多有2成左右的罗马字，8成的汉字，对无？是配合了真好。好，这是第2个作家叫陈雷，吼，第1个作家叫陈明仁，第2个小说家叫陈雷啦，吼，第三个作家。叫做较少年，叫做吴忠祥啦，吼吴忠祥。我念一段就好啊，敢若有嘛无啥时间啦，吼，咱念一段就好啊，吼，咱念一段就好。顶塔骹，吼，这是伊早期啦，迄当阵伊罗马字较无较好，所以伊无法度调调，你有看到无？你有看到无？伊迄调号嘛奇奇怪怪有无？但是我要甲各位讲的就是啥？人安尼嘛敢出册，敢做作家对无？你有啥物唔敢好写的？对无？人迄出来互全世界看的呢，迄出册呢，人安尼就敢出册啊你咧，所以你毋免惊伊毋对嘛。人迄种台语程度，迄当阵就敢写，所以伊即马是台语小说目前写上济，人就是对安尼毋惊人笑，毋惊失败，毋惊写毋对，一直练到即阵啊，对无？好来，咱看一段就好。这是高雄港市外海角落。吞吐的是台湾海峡的空旷，港口的渔船啊，随着波浪起落浮停，摇摇摆摆有歌的旋律。讨海人粗声的话休，伫烟草的空气中流传，一切伫岛人光灿的日光之下，杂足的民谣美丽，水无？虽然吼，伊吞吐的是台湾海峡的空旷。哪有可能吞吐的是空旷？空旷敢袂当吞吐？袂使对无？哦，伊吞吐的是海涌啦，对无？高雄港淹入去是海涌，出去嘛海涌嘛。但是伊就讲安怎？伊吞吐的是台湾海峡的空旷，有水无？足水啊！你讲哎，空旷。啊，过来，你看渔船啊，摇摇摆摆，有无？因为迄渔船啊，安尼，迄个风伊咱安怎？哇，摇哇吼，圆歪啦，有无？这段内底有啥物？有视觉无？有目睭看的无？有对无？有听觉的无？渔船啊，摇摇摆摆，有歌的旋律。啊，过来，讨海人粗声的话休，有无？有无？有耳仔的哦。啊，过来咧，伫烟草的空气中流传。所以用啥物感觉？感觉着烟草的空气，鼻仔对无？所以有目睭，有耳仔，有鼻仔，有无？吼。是毋是？是毋是即个啥？一段一小段内底，你袂顺啊！你亲身走来到迄个港口，有闻到迄个味。台湾的海港港口，毋是拢有迄种鱼仔味哇，臭臭味哦。你有闻到迄个味，啊有听到迄个讨海人的话休，啊有听到船仔的圆圆的声音有无？啊个岛人光惨的日光之下，你就感受到迄个日头光会擦人有无？哦，拍着会疼迄种。有无？简单三字，互你袂输，转去到迄个场合，有无？啊，伊安怎比喻咧？伊讲迄兴食的人客啦，去基丁啦，迄个兴食的人客就是啥？亲像一阵沙浸啦，吼，爬上花。所以这沙浸，你知影？台湾的迄个沙埔啊，吼，在海边的沙埔，你看迄种足细只的浸啊，哇，足细只迄种的哇，啊，你看拢一堆堆咯，啊，你若一碗进来，就安尼拢无去啊，有无？啊，迄足细只，迄个袂摕来食，因为迄足细条，迄就是沙浸啦。因为我遐个人客就是沙浸，啊，烧起来看找食啦，吼，有无？是毋是安尼？一到夜暗啦，就互基丁街啊变做人声杂沓的繁华夜街路，真水啊，对无？真水啊！所以，啥物人讲台语写袂出好的文学作品，迄是你写袂出来，不是台语写袂出来，讲的迄个人，有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头拄迄3篇，互各位看，即3篇小说。风格有完全无共无？有对无？完全，但是拢水，
是毋是安尼？拢水啊！哦，不管你用错干胶的方式，还是你的讲较迄个武侠小说迄种较传统的，还是要讲现代。第三，你有发现愈来愈现代有无？哦，嘛是共款拢真水啊！哦，这是台语小说啦。哦，啊，当然啦，吼，我家己本身是写诗的啦，吼，所以呢，吼，我对诗啊，吼，搁较有趣味安尼比小说较，所以咱今仔日主要重点，咱来小解诗啦，吼，小解诗。你知影吼？他拄仔迄个吴忠祥写小说迄个，伊嘛有写诗，伊写一首啥物诗咧？叫山坎，山坎啦，山坎是啥物意思？山坎啊，就是山坎，对无？有啥物意思？好啦，吼，安尼山坎就是山坎啦，吼。来，吼，咱看，伊第一段就是安尼，第一段敢若三段，吼。无啦，乌中祥嘛，乌中祥是第三迄个灯塔卡迄边啦，单雷换单雷，伊敢若一个笔名尔。吴啦，吴医师啦，吴景如医师啦，吼，嘿，啊，迄个啥，山坎啦，吼，乌中祥，吼，第一段就是啥？树头已经歪起啦，透早6:17，搁3分钟，山伊咧等。好，第二段是安怎呢？第二段讲。延进到过水窟啊，家在无定，恁先落车，我去载人出来。阿芬啊，含来食，我嘛伊控好啊。小等我号码先烫落，花啦去看卖咧，后尾问有饮水无？要看你家己看啦，我长好困。电视讲安怎？啊，都无电啊，哪有电视？昨讲哪边淹大水，昨暝叫阿明莫去上班，伊就要去，实在有够甘面。袂啦，阿母，吼，好，等下。无，吼！讲买啦，阿母，我有甲讲，若风雨大，早起先莫转来。阿爸，是安怎迄只狗直直飞？风伤透啦，我看伊可能着青惊。布棚我看好啊，吼！拄则看公园的看板拢离去啊，夭寿骨哦！安尼今年这店要安怎？无啊，恁哪会阁换2万要带？啊，我钱袋也袂记你摕啊，中昼我会包饭包转来。阁有，你小等下甲凤仪讲，好，这第二段。第三段，雨继续落，6:20，时到啊，变，这个记啊，800水洪灾啦，800水灾，迄个小拿村规个强引起对吧？有人讲迄小林村啦，我毋是啦，小拿小林。啊，哪边啦？小林村啦，好啦吼，反正就是讲啊吼，这就是啥？我一看，迄当阵我是做文学的评审啦，啊，迄当阵看到这首诗，我就讲啊吼，我也毋知影是啥写，我就讲这写小说的人写的诗啊，是安怎？这是写小说的人写的诗，恁看会出来无？我一看就讲这写小说的人，所以我毋知影是啥，我讲这写小说的人写的诗，这毋是诗人写的诗，这小说家写的诗。安怎看会出来？诗人袂用对话啦，诗人袂用较侪对话啦，对吧？因为安怎诗足短对吧？是安怎要用对话？对话就是为着要真实表现迄种迄个环境的迄个情景嘛，对吧？但是伊需要较长的篇幅，对吧？诗通常无较长的篇幅，所以诗人通常袂用较侪对话啦。啊，伊迄是对话嘛，对吧？第二，伊的布局安排有水无？伊布局安排是头前第一段甲最后一段是共款的，迄种旁观者咧讲的，就是第三者咧讲的哦。树头已经歪去啊，迄毋是内底人咧讲的，对吧？啊，是作者咧讲的。哦，透早山伊咧等，最后一段嘛是对吧？哦，有无？是毋是安尼？哦，啊，两个甲中这对话包起来。我拢讲迄是什么hamburger 的写法啦，两块肉夹一个迄啦，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啊，这种写法有啥物好处咧？吼，有啥物好处咧？就是你有两个情景，一个旁观者，一个当事人。啊，当事人遮侪对话要甲咱讲啥？有啥物效果？伊就是甲咱讲啊吼，这拢咱日常生活的对话嘛，对无？这是一拢咱日常生活的对话。啊，这日常生活的对话，表示讲啥？这毋是离咱真远的人，这拢是咱身躯边发生的代志。有可能咱有一天嘛会拄着，对无？互人去感受迄个气氛啦，互人去感受迄个气氛。吼，这是啊，共款写9日的也有，但是咱等下再看，迄个讲了可能无时间啦。哦，好来，另外一个嘛真互感动的故事，诗啦，叫做黄月水写的。哦，
对吧？黄华水大家熟悉啦，吼，真侪人熟悉啦。我以前唔知影吼，黄华水会写诗，你知影？我想讲伊伫电视顶骂人尔，写查某，好不好？今日看到伊的诗，哎呦，写了佫袂歹呢。今日人佫送我一块 CD 啦，是伊写的诗配音乐以后吼，做成迄个 CD 安尼啦。哦，所以恁若有拄着伊，则甲恁买单甲讨啊，对吧？好，来，我念这叫备忘啦，迄标题叫备忘。摕阿母留落来粉饼点胭脂，规面抹甲红记记。阿嬷看着阮抹粉点胭脂，手提扫帚合本机，好奇问阮：戆查某孙啊，你是咧扮啥戏？哇吼！阿母才讲煞，阿姆着煞，阿婶着煞喙。哎哟，哪会着问？阮当是要扮歌戏，阿嬷笑，阿婶笑，整个头的人拢合起来笑。只有阿母伊无笑，伊知影阮抹胭脂是想着伊少年时，摕扫帚和布机，是要将伊的梦境扫清去。一日去，毋知何时，胭脂的色字愈抹心愈起，本机也早着歹去。传来青下雨水滴，才发现绵绵春雨，又是背。感动吼，迄个啥，即个故事的主角的阿母，伫伊细汉的时阵安怎过身啊，对无？啊，囡仔毋是着真爱去抹迄大人的迄个物件哦，抹甲规个红起去，啊，佮穿迄个爸爸妈妈的鞋啊，穿甲咔，落爽安尼有无？是毋是安尼？哦，咱讲好神地灵健康有无？迄个囡仔上爱嘛，吼，有无？啊，但是伊家己描写做啥？伊家己描写做毋是安尼哦，哦，啊，当然囡仔无可能有即种想法嘛，但是啊吼，伊就是讲，伊就家己写做安怎？伊讲哦，就是阿嬷毋知影伊思念伊无思念妈妈啦，阿婶嘛毋知影伊思念妈妈，对无？所以规则头的人拢毋知影伊咧想妈妈啦。干那安怎？伊家己知影。伊讲吼，伊抹胭脂是想着伊母啊少年时啦，吼，就是伊搁较细汉的时，妈妈的记忆。啊，摕扫帚和本机是要将伊的梦境扫清去。吼，就是怀念妈妈，有无？啊，但是是安怎？日子一日去，就会胭脂愈抹心愈起，因为安怎？因为安怎？年纪大。毋是年纪大，年纪大谁来心虚？吼，咱年纪大有啥物好心虚的，对无？因为即几年来，伊安怎？拢无想着妈妈，对无？无用读册，无用交男朋友，无用做工课，无用做啥，无用做啥，吼。主角已经安怎？早就袂记你，无想着妈妈啦，对无？无想着阿母啊，所以这胭脂的色字愈抹心愈起，本机啊早就歹去，就是讲你思念妈妈迄个心情早就安怎？等去边啊啦。但是安怎？汹搁落雨啊，传来钱下哦，金钱卡有无？金钱卡屋檐有无？金钱有无？钱下雨水滴，才发现安怎？绵绵春雨，又是背梦时。哎呀，清明搁到啊，我开始思念我的妈妈，有无？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写感情啦，这就是写感情。你有偌久无少念你的阿母啊？不管有伫咧无伫咧，对吧？啊，你若看到诗人的这种诗，是毋是哇？你搁想起你的妈妈，是毋是安尼？你搁想着你的妈妈嘛？哦，所以呢吼，这就是咱讲的。你无法度去感受世间每一件代志，无法度亲身，但是你会当看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会当帮你感受世界，感受周围的世界。吼，像讲我啦，我个人，这首诗我家己对我个人来讲啊，这是南社迄个社长陈几海医师，我毋知影各位有熟悉无？吼，伊嘛是真重要的迄个社会运动者。吼，陈几海医师写的诗，伊讲战后世代啦，这个愈厉害，这个客人哦，陈几海医师是客家人哦。伊出华语诗集，出客语诗集，嘛出台语诗集，有厉害无？伊三语的诗集拢有出啦，吼，啊，拢出了袂歹，吼。好，我知你毋是讲我无品的人，对吧？吼，是毋是安尼？迄就是伊即本诗集要发表的时，高雄市政府帮伊办一个迄个啥，新册发表会伫文化中心，啊，佮请乐团来演奏伊写迄个诗改编的歌啦，啊，我去主持开场啦，吼，因为啊吼，我嘛有帮伊即本诗集写序、写尾头、写评论安尼啦，吼。好，战后世代，我讲伊细汉无电视，伊细汉无电脑，伊有课本有放假，伊真有效，
唔敢应喙应鼻，不时互爸母讲尻川。伊无了解家己的孙仔，用手机啊讲话，开电脑写字，中昼才困醒。伊甲孙仔讲无话，亲像过一条溪一条山，伊保守的物件，惊孙无人来。这是毋是一寡人的心声对无？是毋是安尼？但是我遮少年，我敢有可能亲身经历过这？无嘛，阮即摆拢咧还咧算 online game 咧，对无吼？是毋是安尼吼？甲少年囡仔做伙算，但是安怎？因为我看到这首诗啊，对啦，遐个人是毋是有即种的感受对无？是毋是安尼？哦，对啦，所以我讲吼，诗就是安尼嘛，吼，诗就是安尼。你看无共人写的诗，风格拢无共啦，对无吼？好，来有一首诗，咱来看卖，嘛会当安尼算啦吼。哦，即个安尼算诗，来哦，咱大家拢是可能有听过遐个歌啦吼。来，你看卖啊吼，你算看卖啊，即首诗内底有讲到偌济歌名哦，吼，伊这是叶俊霖的啦，向叶俊霖致敬的诗啦，伊内底拢是叶俊霖的歌。你算看卖啊，来，我念哦吼，你家己算啊吼。日头将要沉落西，你甲淡水暮色刻成一块古静绵绵的宝岛漫步，刻盘对轻快的 melody 灯色。温泉乡的日头单无停，伴奏妈妈歌声的珠妙泪魂，对无？吼，是毋是拢是台语歌？哦，朦胧月色白光线，伫暗淡的月光下，你参沉醉伫春风乱情人的乡村小姑娘，徛踮桃色楼窗，手捧鸳鸯酒杯，合唱孤女的愿望。哦，淡水黄昏带诗，踮浪漫的渔人码头，你用河流水影彩绘一座诗的纪念碑。8000粒珍珠落大雨，迄日，互香港的可乐里像秋风落叶，欢喜扫片野，袂赴所开，诗星无停闪烁，准讲踮伫悲情的城市，嘛要驶快乐的马车，走找九份啊黄金时代，碧潭月夜，水面染五彩，雨的港都夜幕大四边，美丽的男士闪闪像天星。乡村的歌声响对海面去，平湖的青湖之美，不愿伫宝岛，惊透透的坎站，失落伫海风阵阵寒的秋色里。你有看到几条歌？全部拢是，伊就是，这是一种佚佗啦。伊甲所有这个歌吼，拢安怎，拢夹起来，夹成一首诗啦。啊，对阮文学的来讲，我就算唔知影迄是啥物。迄是啥物歌？我就算毋捌听过，我看伊硬斗的所在，我就知影迄一定是一条歌啦，吼对吧？对阮学文学来讲，迄就是阮食饭的工具嘛，吼，看文学嘛，来啦。所以讲到这啦，就一定爱讲，佮补充一个所在。像我，咱迄阵毋是讲迄个旋律 melody 甲迄个歌词爱对对无？较袂倒音对无？有当时啊吼，伊歌词甲旋律 melody 啊，调工要甲专工啦，毋是调工啦，调工甲专工差伫倒？咱有讲过对吧？哦，是毋是安尼？菜专工捞互你，甲挑工捞互你，我食毋着盘啊，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咧吼，你看吼，迄古井咪咪啦，古井咪咪，伊个挑工甲写毋着，你看吼，毋是写毋着，写倒变。哦，想你，想你，想你，有无？来，歌词是写啥？毋想你啦。毋想你啦，啊，到底有想无想？看歌词是毋想对无？但是你看哦，毋想你，毋想你，毋想你，有无？是不是安尼？安尼到底是有想啊无想啦？有啦，愈来愈想对无？愈来愈想啦。所以歌词是讲毋想你，毋想你，毋想你，叫做啥？毋想你，毋想你。想你，有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妹夹真济啦，妹夹真济台语的啦，所以旧情绵绵啦，嘛有即种的台语诗啦，就是讲，算讲甲人致敬，所以甲伊所有的作品拢夹的变做一个半佚佗的啦，过来，
咱一定爱小解这首诗啦，吼，这首诗叫做《乌暗沉落来》啦，吼。啊，这首吼，咱讲小解无共风格哦。你看咱逐首看是毋是拢无共风格，对无？这首的风格是啥物物件？这首我讲啊，我一看我毋免看伊写啥物人写的啦，我就讲这是文学理论的人写的。学文学理论，阮共读的啦，写的诗啊，啦，写的诗。是安怎啊？你看，这个向阳啦，向阳就是台北教育大学的迄个台语系台文研究所的迄个教授嘛，吼。我讲这个是迄个啥？读文学理论写，是安怎？我念互你听，你就知影啦。咱9字一大地动啊，共款一地动的诗哦。来，第一段安怎写？哦，第一段，好，第一段安尼。乌暗沉落来，对咱台湾的心脏。乌暗沉落来，对咱超凡哀伤的心灵。乌暗沉落来，当厝遐厝边找袂着休困的所在。乌暗沉落来，我的厝边含一长烈的细丝出来。第一段吼，第一段，第二段，伫乌蝶飞啊飞的草坡，乌暗沉落来；伫鸟只吼啊吼的山峦，乌暗。歹势哦，打一个骹手，去气氛煞无去，去到乱着，歹势。伫温暖的灯火前，伫暗暗的喙脣边，乌暗沉落来；伫甘甜的面梦内底，伫秋软的面床面顶，乌暗沉落来。乌暗无得到咱的温准，但快快沉落来。拆离骄牛，拆破山峦，拆开咱牵手相挺的人生路，拆散咱并肩交代，永远无要分开的情家。乌暗拢无甲咱通知，乌妈嘛沉落来，缀歹厝挑，缀落厝牛，缀害咱用心经营的家庭，缀参咱实质下愿，花开月圆的将来。乌暗破晓乱飞，沉落来；乌暗沙蕉硬滚，沉落来。第三段，好，来第四段。好，歹势，第四段。好，感谢。感谢。好，乌暗沉落来，决心酸酸，祈求世界外的悲哀早早过去。乌暗沉落来。决心做寄望美丽岛的上云赶紧好势。乌暗沉落来，决心稳稳，但愿冤死的分别永远会得到安息。乌暗沉落来，决心悠悠，期盼幸存的生者继续向前期盼。好，这首诗水伫倒位？我先来讲，这是文学理论者阮共读的写。第一，伊押啥物韵？乌暗沉落来，对咱台湾的心脏地带，乌暗沉落来，对咱超凡哀伤的心来，啥物韵？爱。咱昨有讲过无？爱拢是无好的对无？无好的就爱哇，这真明显嘛知影对无？所以爱哦第一。更较厉害是啥呢？节奏，诗甲小说有啥物无共？伊甲音乐更较哇，伊迄个节奏有真大的影响。这节奏安怎控制？你知影？用字数控制。字数，即句的字若伤短，吼，就较短啦，节奏就较紧。节奏若较字数若较济，一句话内底节奏就较慢。所以你看吼，你注意听，因中国的古诗是安尼吼，咱记大家拢听有诶咧。因为咱即摆无法度一直伫遐秀互大家看，所以咱一定要记大家拢有听过的诗。所以来。中国有一首诗吼，李白的迄个《将进酒》啦，吼，《将进酒》啦，伊讲安怎？君不见三字对无？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入海不复还。是不是真长对无？君不见三字对无？三字了接七字，是不是差足济？对无？double 各有春嘞，所以真短要长落来，伊就用这接伫三字后边七字来表现迄长对无？过来，第一句叫做“君不见，高堂明月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不是拢落长对吧？最后要啉酒的是安怎唱？“陈夫子，丹青生，将进酒，杯莫停”，是不是安尼？就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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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所以迄节奏会对伊的剧情来
变长变短有无？吼，伊控制节奏就是用这。另外一首诗叫做高亭老树昏暗，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扫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无？是毋是安尼？这首诗大家知影啦吼。来啊，你看伊节奏安怎？高亭老树昏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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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吼？小桥流水人家，哒哒哒哒哒哒，古道西风扫马，有无？当你听到狗的哒哒哒哒哒哒，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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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你的五望第10个嘛是啥物？嘛是哒哒对无？毋是，伊甲你放2杯，哒哒哒哒，夕阳西下，过来就变哒哒哒哒哒哒，有无？节奏最紧，就2字变成慢上慢。伊要展现一种，互你的心情怎安尼，汹涌安尼过来吼，高亭伫你的面头前有无？老树较悬后吼，迄老树啦吼，昏暗伫树仔顶有无？小桥流水人家，就是讲吼，伊迄镜头啦，伫近镜头若是电影，你想象一下，愈久愈远，有无？远变远镜头，迄景愈来愈大有无？伫遮个无限大的时间空间内底，有无吼？遮大的空间内底，干那啥？一个人，一只马，有无？所以像你读这首原曲的时，会有一种迄个空虚的心情啦，迄是一种凄凉空虚的心情，因为伊的节奏嘛配合了真好，对无？所以咱转来这首诗，台语诗。伊第一段是先短才长，对无？短，搁较长，搁较长。咱讲长的节奏就慢，对无？所以伊一开始先小可紧张，暗沉落来，就开始甲你放掉啊！对咱台湾的心脏，有无？佮甲你紧张一下，暗沉落来，对咱超凡哀伤的心内，有无？佮来愈长愈放松，有无吼？所以紧张放松，但是第二段无共啊，安尼较无紧张。第二段是啥？长，足长，上长，有无？迄啥物手路你知影？你有听过迄个贝多芬的迄个命运交响曲无？有听过无？伊上出名的一个动机是啥？噔，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迄噔是啥物意思？命运的弄门声啦。我讲迄是动机啦，动机是音乐内底上世有意义的单位，因为哆无意义嘛 ，re 有啥物意义？咪无嘛，但是呐，噔有意义，就是代表命运来甲你打正，命运要甲你弄门啊啦，要甲你打正啊啦，要甲你牵石头啊，所以你看吼，噔，伊内底有2个动机，吼，迄个命运交响曲，伊内底一个是人的动机啦，足平和的、足快乐的动机啦。当伊要起来时，就会安怎？噔，就甲打正啊啦。伊搁要起来，搁想要爬起来，噔，搁甲降落。听有无？迄个音乐，迄个交响乐，就是安尼咧耍的啦。我看到这段，我就想到迄个物件啦。伫乌蝶飞的草坡，有水无？温暖无？迄物件就正面的对无？乌蝶飞的草坡安怎？噔，乌暗沉落来。伫鸟只吼的山峦有好无？真平静对无？噔，乌暗沉落来。搁来愈温暖啊！伫温暖的灯火前，伫暗的喙唇边，已经进入到你的家人啊，对无？足温暖的对无？噔，继续甲你打正。最后是啥？伫甘甜的面梦内底，伫柔软的面床面顶，就是敢若你甲你的爱情2个人的世界，莫甲你打断。是毋是安尼？噔，所以伊迄个节奏的控制有无？先短第一段，最后进入啥？长愈长。伊迄种节奏就是用这种手路啦，贝多芬的迄个命运交响曲迄共款的手路有无？第三段就是进入真正的地动啊嘛，对无？真正的地动嘛，伊用啥？拆离、拆破、拆开、拆散，有无？连
连续4个跳无，拢挖足紧的无，强调啦。哦，咱即摆少年人讲，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遍，有无？就是安尼，爱讲4遍，比3遍更较重要，对无？咱昨讲红红红上红，啊无更较红就红红红红，对无？吼，就是安尼。所以拆离、拆破、拆开、拆线，地歹地落，地海地惨，有无？伊用安尼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遐真重的字，地啦、拆啦，来代表什么物件？代表伊迄种地动甲人拆分开有无？吼，迄物件啊，最后安怎？最后伊是地长，佮恢复第一段有无？伊要甲你的节奏慢落来有无？慢慢啊慢落，因为要结束啊，所以要甲节奏慢落来，所以最后是上长的2句结束有无？规首诗内底上长的，就是即2句啊。一个互伊伫上平静的所在有梦，心悠悠，但是有梦的迄个所在结束有无？所以我讲啊，这会晓文学理论的人写的诗啦，因为拢甲所有理论拢挤入甲即首诗内底哇，所以才水。这拢一看就知影，伫阮内行的来看，一看小说家写的诗，迄文学家写的诗，啥物写的诗，一看就知影啦，吼，一看就知影，吼，安尼有水无啦？台语诗有厉害无？有啦吼，台语诗有厉害啦吼，迄文学的手路嘛足有诶啊，上讲台语诗无文学啦，来吼。另外一个作家，我上欣赏伊啊。台语作家内底我上欣赏，毋是欣赏伊好教写，是欣赏伊生活幸福，你知影？因为伊老师退休尔，18趴。无啦，毋是干那遐安尼尔。啊，因翁真惜伊，所以伊伫厝里吼拢免做家内事，吼，啊，就规工写诗，所以吼足幸福的啦吼。啊吼，所以伊写出来诗嘛足幸福的啊。所以我嘛真爱读伊的诗，因为心情郁卒的时，佮你读郁卒的诗啊，吼。读袂落啦，对无？啊，咱早起讲爱有移情作用，对无？啊，你读个快乐的大团圆的，对无？是毋是安尼？来，咱听看伊安怎大团圆。第2啦，所以伊个人感情足好个，点开厝间柔软的灯光，亲像拄泡出来淡定的茶汤，清啊清，添一杯伫手里，面对面相对看，点点无半声，你温柔的目睭。内底有我，吸一喙伫喙里，小可涩涩，愈来愈香，亲像咱翁仔某牵手斗阵的梦，有无？吼，短啊吼，但我若去甲人结婚祝寿啊吼，有当时啊要用即首诗啦。你看吼，伊安怎比喻？伊真水哦，伊用灯光转到茶汤，对吧？啊，茶汤转到咱翁仔某牵手斗阵的梦，有无？是毋是安尼？短也无几字，但是伊安尼意象真丰富。是安怎呢？伊讲吼，是安怎？我问各位啦，是安怎灯光会当比喻茶汤？你知茶汤会当比喻灯光？是安怎？拢安怎？拢是清啊清，对无？好，我问你哦，这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手路。是安怎？咱头拄仔要用迄个拿豆要比作珍珠，乌天要比作挂，有无吼？空的。是安怎？啊，我问你啦，好啦，我是安怎袂当安尼讲？平平黄色哦，你讲平平黄色，所以当比喻对无？是安怎话讲？哦，亲像拄放出来烧烧的石汤，清啊清。是安怎？是安怎？是安怎？平平嘛清啊清啊，对无？是安怎？因为安怎？因为迄个比喻就是啥物呢？比喻就是迄个啥？爱有交集的所在，我用数学的名词解释，大家听有无？爱有交集的所在，才会当摕来比喻啦。咱讲袂当人拍皮鸡腿对吧？吼，所以一定爱两个有交集的所在，但是交集的所在会当比喻了后，比喻以后呈现出来意思是连接有啊吼，连接迄个意象啦，安尼听有无？哦，就是上外口两个人本底的意象，拢会完全表现出来。所以你看，伊用茶汤比喻灯光，啊，佮用翁仔某牵手斗阵的梦来比喻茶汤。所以迄首诗内底个意象有灯光所为意象，温暖啦，吼，安尼什么家庭啦、幸福啦，啊，佮有茶汤香甘。甜有无吼？啊，佮来，佮是因翁仔某牵手斗阵的梦，三个合并起来的意思有无？所以想要袂当用石汤去比，因为石汤合并出来的意思，都毋是伊想要带来的意思嘛，对吧？
这就是比喻啦，这就是文学的手路，你知影？咱讲一首诗有3个赞处啦，一个就是文学手路的赞处，像咱头仔讲的啥物韵，你要爱还是红？头拄迄条乌红，直落人来甲红的安怎？就袂比惨嘛啦，对吧？是不是安尼？你一定爱爱嘛，袂当红。字数的长短是毋是嘛真重要，对吧？啊是讲啥物比喻，你摕啥物来比喻啊？文学的手路，第2站是迄个语言的赞处，就是修辞的赞处；第3站才是艺术的赞处。所以你3个爱拢看有才会使。所以今仔甲大家小解讲，台语诗嘛有这个眉眉角角啊，对无？最后剩10分钟左右，10多分钟，咱甲小解，当然咱小解我家己写的诗嘛，对吧？是不是安尼？因为我有出一本诗集啦，叫做 iPad 甲杯啊，即摆无网络，我就秀互大家看啦，这嘛是无法度，因为网络我伫电脑收成较歹，所以我只好用这啦好，来，我写的诗较凊彩，啥物做较凊彩就是讲，我无照迄个文学应该有诶，会当讲这应该是一首后现代的诗啊。后现代就是啥？诗人讲诗是诗就是诗啦，不管你是啥物形式，有押韵无押韵，有长短句，拢不要紧啦拢不要紧。诗人讲伊是诗就是诗。但是大家会当做伙来看这首诗啦，因为我的诗毋是要摕来参加文学奖的比赛，因为阮袂当参加，阮拢是评审，对吧？我袂来去参加，所以呢我的写诗是要摕来教学用的。我诚做一个老师嘛，对吧？来，囡仔故事的期望考卷，大家做伙来算看卖哦。第一，人生目标，下面是囡仔故事内底女性角色的人生目标，请写出下面这个描述是为倒一个故事出来。家己5分。另外内面有一个选项是囡仔故事内底无可能出现的，请记出是倒一个，5分咯。来，第一，啥物拢免创，一直困，等王子来甲斟了，计迄个王子。睡美人嘛，对吧？再来有啥物故事嘛是安尼？白雪公主嘛，对吧？一直困嘛，困了等王子来甲斟，就计迄个王子嘛。第二，想尽办法将金龟变做马车，叶仔变做水衫，通去舞会吸引王子的注意，最后计互王子。Cinderella 对吧？灰姑娘哇，是不是安尼？第三，想尽办法找到会当带伊的王子，互家己会当为半人半精神的怪物变正常人。人鱼公主对吧？美女野兽不是呢，伊是公主，公主爱变，爱是人，爱是精神呢。你迄个是王子是精神无共，对吧？是不是安尼？这是公主是精神才会使。公主啊，迄个美女与野兽，迄个 Beast 是迄个查甫的呢，伊这是查某的呢。所以睡美人啦，睡美人啦，嫁翁以后伊对王子若真正介意，就变两支骹对吧？是不是安尼？伊就变人。另外佫有啥？史瑞克迄个某有啊？史瑞克迄只啥？有啊，好来，第五，嫁互王子也是国王了后，想办法拄掉魔镜所讲比较水的人，互家己维持世界上水的身份。白雪公主的后母对吧？第六，追求生命的成长甲对世界的贡献。有无？囡仔故事内底无可能出现。所以甲咱讲啥？咱的囡仔故事甲咱讲啥？女性的人生目标是啥？嫁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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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家己上水。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你读囡仔故事，互你的囡仔听，传达互伊是啥物信息？嫁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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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家己上水，是不是安尼？我早起起来甲出门爱偌久，若莫食早顿，3分钟就出门啊，对无？拢落，清咧出门啊。查某囡仔出门爱偌久？是不是安尼？因为安怎？咱自细汉人就甲咱讲，咱爱上水，对吧？再来咧，查某囡仔人生目标是啥？嫁好人，嫁好人，甲嫁好人，对吧？对吧？这就是囡仔故事甲咱讲的啊。所以咱好，我搁看另外一个搁较后慢的，结婚对象下面是囡仔故事内底女主角的结婚对象，请写出下面这个描述是为倒一个故事出来。5分，另外内面有一个选项是故事内底无可能出现的，请记出是倒一个，共款5分。伊要嫁互啥啦？第一，将伊掠去的青云人，倒一个故事，头讲的啊。Beauty and the Beast 有啊，美女野兽对吧？将伊掠去的青云人，伊就嫁伊啊嘛，对吧？是不是安尼？台湾的抓龙棍的故事是毋是嘛是安尼？无迄无甲掠去啦，但是嘛是共好啦。第二，拍败将伊掠去的人，也是怪兽的青云人，足侪对无？公主叫怪兽掠去啊。那啥物人甲伊救出来喏？
王主就嫁互伊。啊，你哪会知影家己救出来是啥？无定迄个家暴的对无？是毋是安尼？真诶啊！伊家己救出来表示伊有力尔嘛，对吧？吼，啊，其实啊吼，嘛无表示讲伊品行好啊，嘛无表示讲伊袂迄个啥，袂一个交过一个啊，嘛无表示讲伊袂家暴啊，对无？啊，互你送甲你救出来，你就嫁送嘛，吼，对无？是毋是安尼？吼，这两个拢是啥物？啥物人力较大，你就嫁伊啦，有无？再来第三，无代无志煞走来甲金门请婚啦。所以美人跟白雪公主是不是上来个精密的嫁伊啊，对吧？是不是安尼？上来个精密的嫁伊啊，哇吼！所以啦，上来来祝你安怎，你就甲嫁伊啦，哦对吧？上来甲你祝你就嫁伊啦，哦。第四，无代无志经过抢拿，用因幽默共款的方法骗女主角，甲长头毛绑落来请婚人啦。有听迄个故事啊？迄个长发公主啊，吼，长头毛的公主啊，住伫一个塔面顶，干那长头毛落来才会当爬起哩啊。啊，迄个就甲骗啊，啊骗就嫁伊啊，啥物人甲你骗，共款对走啊，吼，是毋是安尼？第五，将伊的病治疗好的找婚人，公主破病啊，啥物人会当甲伊的病治好的安怎？公主就嫁伊，对无？所以现在遮侪人想要做医生，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安尼嘛吼，哦，再来捡着伊落落去的球的车婚水鸡啦，啥物故事？青蛙王子啦，对无？是毋是安尼？吼。第六啦，因爸爸去遐偷挽花煞，互掠着迄间厝的青云主人啦。什么故事？美女与野兽有啥？台湾的故事，抓龙棍啦，是毋是安尼？抓龙棍就是安尼啊，有无？伊就是讲啊吼，一开始故事就是讲因有一个老爸有几个查囡仔，咱就讲啥物数字是必要的，3个对无？3个查囝对无？啊有一天伊去挽花啦，哎呦这花园啊吼！咱遮水内底有足侪玫瑰的，我挽3蕊倒来，互阮迄3个查囝。结果挽了以后，哦，围起来，围起来，哦，啊，就甲伊围起来哦，哦，你偷挽阮的花，啊，主人就来啊，讲我是抓龙棍，我要甲你食掉，无你就是查囝一个嫁互我，我明仔载去迎窗。哦，啊，迄阿爸就当伊袂食袂困啊，对无吼？伊就吼啊，查囝就礼拜啊，吼大汉查囝一定爱先礼拜，对无？伊就问讲吼，爸爸爸爸。请正白米饭兼菜头汤，有话甲囝讲，有事囝担当。哦，阿爸就讲啊吼，啦，是代志是安尼，将情听水，哇，吼，啊听了以后，大汉查某囝讲啥？阿爸，甘愿阿爸互蛇家好好吞，唔通查某囝嫁互蛇龙棍。啊，就出去啊！啊，出去第二个礼拜，吼，第二个查囝礼拜嘛爱安怎讲？阿爸，正白米饭兼菜头汤，有话甲囝讲，有事囝担当，对吧？吼，啊，到尾阿爸就去讲将情听水，啊，讲了以后，第二查囝讲安怎？阿爸，甘愿阿爸互蛇家好好吞，唔通查某囝嫁互蛇龙棍，对吧？佮出去啊！哇，第三个礼拜啊啦，第三个查囝会当安尼讲无？袂使着，第三个查囝会当拒绝无？袂使着就嫁蛇龙棍啊！哦，你讲好，来阿爸，无问题，我嫁蛇龙棍啦！哦啊，上大这是大饼面啦，吼，啊上细是鸭卵面啦，吼，安尼讲，吼，啊大汉的迄个查囝面有一点啦，吼，啊细汉查囝无好。嫁互蛇龙棍的时，啊查囝就甲阿爸讲吼，阿爸，我摕迄个啥？迄个麦啊吼，沿路压啦，迄个籽，吼，啊你到时若要找我，你着顺迄个麦啊发出来，迄来找就对啦，吼，啊就嫁去啊，啊嫁去了过3年啦，吼，一定爱3年嘛，阿爸就去讲，哎呦，我来看阮细汉查囝，无定毋知影吼，去互迄蛇龙棍拆食落腹骨头都毋知安怎伊啊，伊就去啊，有一间足大间的厝啦。啊，因查某囝伫遐啦，啊穿甲足水的啦，啊爸，你来啊，请坐，吼，啊，就捧真侪物件来互食，哇，这蛇龙棍对我足好的啦，吼，阮足幸福的啦。啊，阿爸听啊一半，屎紧，你知影？啊，屎紧要去便所，啊，以前讲啥屎壳啊啦，无迄个呛水的对吧？吼，啊，屎壳啊吼，就讲啊吼，伊就讲吼，古早用屎杯咧切尻川，你知影？屎杯咧安尼遮大，遮迄个底下是啥物茶，就安尼抠咧，就刷去啊，对吧？吼，啊无纸无啥。哎讲吼，啊无你遮有屎杯无啦？吼，结果啊吼，细汉查某囝讲，等下，阿爸我摕互你。结果摕出来一支啊吼，纯金999的屎杯啦。哦，啊阿爸就讲吼，哦，这毋通，这做屎杯伤无彩，我摕倒来互恁阿姐啊吼，做插头毛的金，金的嘛吼。啊无好啦，阿爸，我摕一寡
补啊，互你切尻川啦吼。但囡仔加矮的就是较凊彩对吧？补啊对吧吼？对吧？甲补无共吼，补啊对吧吼？阿爸讲好，啊就去摕啦，捧啊吼，捧一片迄个吼，足好足贵的丝绸出来啦，丝绸啊，丝绸啦。哇！甲伊讲啊，无用这切尻川，我摕转来互恁姊啊做衫啦。吼，人咧切尻川用迄落做衫。啊，等于以后阿爸就学互因查某囝听啦。哦，恁小妹过遐偌幸福、偌快乐、偌好。大姐、二姐就来找因爸，再找第三个查某囝，找小妹。啊，当阵一定爱有一个古井对无？故事拢安尼写嘛吼。啊，一定爱甲小妹下落古井内底对吧？是毋是安尼？啊，大姐一定爱惊做小妹的型对吧？吼，啊，抓龙棍等下一定袂发现对吧？是毋是啊？一定爱袂发现。啊，就问讲吼，哎呀，猫咪人啊，恁哪会今仔日人吼面哪会遮大啦？吼，啊骹嘛遮粗，哇！因哪会今仔我行真远的路啦，啊骹全溅起来，面嘛溅起来吼。啊，某人，哎呀，你面哪会尿尿安尼啦？啊，我话啊，风飞沙啦，吼，莫问较济困啦，吼，啊，过两工啊吼，精神对迄个衫妹去用塞落迄个古井内底啊，飞一只鸟仔出来啦，啊，鸟仔逐摆叫，一直叫，就讲啊吼，啊，秋，哦，大姊秋小妹的翁啦，吼，啊，秋一直叫，啊，大姐就惊伊抓龙棍，等下听着啊，就甲迄只鸟仔怎抓起来，我甲煮成一碗汤啦。一羹汤啦，啊，迄一羹汤啊，互抓龙棍倒来啉啦吼，啊，食饱，抓龙棍食就拢饱啦，啊，迄大姐食就拢骨啦，迄猫啦吼，啊，大姐就足生气的，你连鸟嘛要甲我作对安尼，啊，就甲破去外口啦，吼，我莫啉啊，过两工啊，发出一蒙笛啊，风若吹过就发出咻，大姊娶小妹的翁，啊，大姐就足生气啊，对无？甲扯落来做椅啊，啊椅啊吼抓龙棍坐落啊，足舒适啦。啊，那大姐一坐落就空骹翘啦，啊大姐就袂爽啦，佮甲迄茶扯咧，等去火炉烧啦，火炉烧，灶烧。啊，隔壁拄好来借盐啦，我恁斗盐无？大姐讲吼，你去灶骹甲你摕啦。隔壁一个阿婶啊吼，老阿公啦，去借盐，我哎哟。啊，恁遮哪有一这米菇啦？哦，大姐讲吼，啊，阮也无做米菇啊，无迄种代志啦。若有你就摕转去啦。吼，迄个阿公啊，就甲迄个米菇，哎呦，就真正摕转去。摕转去以后，甲掰开内底会有啥？一身细的人啦吼。啊，阿公甲阿妈一定爱无囝对无？吼，是毋是安尼？啊，一定爱家己当做是家己的查某囝来养树啊吼。啊，讲起来嘛奇怪，因为故事袂当拖伤长，对吧？无囡仔就袂当困啦，对吧？还讲囡仔困之前爱讲，啊，所以吼，伊饲一工，伊就大，一般囡仔1年才大啦，所以饲18工以后，伊就变转来18岁啊，好不好？所以18工了后，吼，伊就甲迄个阿公阿嬷讲吼，哎呀，实不相瞒，我就是住恁隔壁迄个猫咪人啦，吼，啊，我即摆安怎，好，伊就去半路啦，就去断抓龙棍啦。啊，断抓龙棍断着了，就甲抓龙棍讲规个情形啦。抓龙棍真生气，就压倒起来去甲迄个大姐噗死安尼。哦，啊，从此以后，抓龙棍甲小妹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这就是啥？抓龙棍的故事嘛，对吧？所以第7，因爸爸要头万岁，迄就是抓龙棍。第8，自由选择敢有要结婚，以及结婚对象是啥人？无啦。伫囡仔故事内底无即个选项啦，无即个选项啦。所以安怎？你要嫁啥？结婚的对象是啥？找婚人，水鸡。啥物人较有力，你就求，你就嫁伊啦。啥物人较有权，较有势，啥物人较好嫁，拢总就嫁伊啦，对无？啊，这咧，即个选项是无的。好，有无？啊，结婚了会安怎？结婚了后就爱量看觅啦，吼，连看啦，量看。下面是囡仔故事内底，女主角无应该做的代志甲后果，请将对应的选项连起来，吼。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咱直接讲就好啊。探问翁婿秘密，翁婿安怎变做天鹅飞走？是安怎？迄是一个欧贝拉，咱头讲欧贝拉就是 opera 对吧？欧贝拉叫做罗恩格林，华格纳的音乐 PMA opera 啦吼。你可能无听过罗恩格林，但是你一定听过内底的歌啦。内底的歌是啥物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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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进行曲啦。迄就是男主角、女主角要结婚进前的音乐啦。啊，咱即摆摕出来用啦，迄罗恩格林。
迄好事。迄故事我简单讲，也无时间啦吼。迄故事就是讲吼，有一个公主，因爸爸死去啊，因爸爸死去一定爱有一个阿姐还是阿伯想要孝顺因的王国，对无吼？所以一定爱甲因迄个查某囝安怎凊彩嫁嫁的，对无吼？啊，嫁嫁伊就当将款啊嘛。啊，所以就讲吼，咱来比武求亲，但是迄个赢的人得当娶公主嘛，但迄个赢的人已经内定好啊嘛，对无吼？啊，伊就真正赢啊，啊要娶公主，但公主唔愿啊，这当阵就有一个人骑天鹅来啊，就是男主角啊，啊就拍败迄个内定的人，啊就娶公主嘛，对无？公主真感激，伫新婚之夜，迄个公主就讲吼，甲公主讲来，吼，咱会当好好啊幸福过一世人。敢若一个条件，莫问我是谁，莫问我为倒位来，吼，伊讲好，无问题。结果吼，经过一暝安尼吼，伊讲，哎呀，翁啊，我已经甲你做真正的翁仔某啊啦吼，啊你毋甲讲你啥物人，我连你的名拢毋知。伊仔就讲，你敢真正要知？阿某就讲，嘿啊，我要知啊。伊就讲，啊实不相瞒，我是某物人，我就是天使。啊，迄个阮这个我要出来救你之前，有一个约束，就是我袂当互你知影我是天使，所以我即摆甲你讲啊，我必须要等伊啊，袂当去甲你做伙啊，拜拜，就变做天鹅飞走啊。你有注意到一个美感无？伊来的是骑天鹅来，等伊的是家己变做天鹅飞走，所以伊来的是骑的是啥？伊的朋友。你有发现无？你有发现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吼，嘛是共款变天鹅的人，有啊。好啦，这八哥卖插伊啦，这下人无注意啦。好啦，啊，等以后就是女主角万里顺夫的故事嘛，吼，对吧？找翁的故事啊，最后真正会找到袂找到？一定爱找到嘛，一定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嘛，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好来，所以唔通探问翁婿秘密，无翁婿变做天鹅飞走。所以恁仔若转来啊吼，身躯有查某囡仔芳水的味啦，才有长头毛啊，咱底下有无应该出现的物件，拢莫问伊啦，是毋是安尼？囡仔故事就甲咱讲安尼啦。第二，做翁婿禁止的代志，亲像伫某一个房间，因为安怎？去互翁婿对晒，因为迄是拿喙手的故事，对吧？所有的房间你拢会当入去，最后一间袂当入去，因为安怎无甲伊讲嘛，就安尼走啊，对吧？啊，所以若囡仔故事内底有禁止的，一定安怎？一定去互违反，对吧？一定要来试看卖，对吧？所以你甲囡仔讲足济，袂当创啥，袂当创啥，敢有效？一定会做看卖嘛，对吧？是毋是安尼？哦，好，啊来。就是去互对晒。第三是啥？甲青云人做朋友，听伊话去，听伊的话去看水花，会安怎？互龙食掉，因为是啥物的故事？小红帽的故事啦。小红帽就是讲，你即赶去互恁阿嬷对吧？吼，中途无甲青云人讲话哦，嘛无去别个所在哦，直接就去对吧？结果安怎？对吧？哦，所以叫龙食掉对吧？啊，甲人讲话兄哥的无法度变转啊，因为安怎？因为安怎？因为迄就是一个故事，就是讲有12个兄哥啊，吼，去互有妖婆变做天鹅有啊，啊伊爱用迄个会插人的迄个草啊，就是请12领衫互因兄哥，但是完成之进前袂当讲话，安尼才会当变转来有啊，是毋是安尼？啊，就迄个故事嘛，吼。所以你看，查某囡仔若结婚了后安怎？唔通探问翁婿秘密，唔通做翁婿禁止的代志，唔好去交新的朋友啊，上好是拢莫甲人讲话。是毋是安尼？有无？歹鸡交子啊，歹查某交言语有无？啊，查甫人较交话有无？袂要紧对无？啊，查某交话安怎袂使对无？吼，莫甲人讲话有无？吼，所以呢吼，最后是啥？申论题。请解说西门坡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讲的，女性是出世就成做女性，是哄教育做女性，这句话厉害。安尼这首诗看了知影，这首诗咧表达啥啦？吼，是毋是安尼？咱自细汉唔免教育，透过无形的这个囡仔故事，你就去互灌输这个物件啦。人查某囡仔已经做台湾总统啊啦。已经做德国的总理啊啦，已经做英国的首相啊啦，听吼对吧？哦，已经做那边挪威、北欧的迄个嘛是首相啊啦。你以后咧教读这种囡仔，读这种故事互囡仔听，所以咱昨有讲一句话，我迄当中无解说，讲吼一个有良心的妈妈是袂读白雪公主的故事互因囝听，有无？我毋捌读无改编过的囡仔故事互阮家己的查某囝听。我一定有甲改编过，才会好听。爱听有无？爱听有啦吼，吼，所以呢吼，这个是啥物件？真济啦，电影内底你注意看嘛，足济，今仔无时间讲啊啦吼，另讲若有机会啦，吼，这个甲大家分享。
你看电影内底嘛足侪即种性质的啊，吼，因为伊特别的规则啊，吼，啊囡仔故事内底嘛是所有的拢是啦，所以我写诗的目的是啥？毋是要啥物参加舞台奖一定爱水啦、收视啊，那毋是，迄阮拢知影，阮看会出。但是我写诗是要甲大家社会大众提醒啦，讲啊吼，哎呀，社会咱的思想观念内底有遮侪无属实的物件。你知影我有一摆伫火车顶吼，听到两个原住民的少年人咧讲美白的代志，讲较足欢喜的。啊，我就写一首诗啦，最后有两句讲吼，迄个意思就是讲吼，你美白了，你敢要有民主合作太阳之子？对吧？你原住民赛德克巴莱，毋是讲伊是迄个什么太阳之子对吧？哦，啊袂晓讲家己的祖先话啦，敢有资格做一个做一个骄傲的赛德克巴莱？是毋是安尼？伊都袂晓讲啊，伊都用华语咧讲啊，咧讲美白啦。啊，因祖先是太阳之子，是摇摆骄傲的赛德克巴莱。啊，安尼敢有资格？对吧？是毋是安尼？吼，意思是安尼，所以我的诗集啦，吼，迄是我的诗集，我有我的目的。若要买啊，吼，毋是甲我买啦，我无可能伫遮炸啦，吼。你去网络敲锤，叫 iPad 甲杯啊啦，吼 ，iPad 甲杯啊啦，吼。好袂好球吼 ，iPad 甲杯啊，吼 ，iPad 甲杯啊，你去网络敲锤，你来咱找到一个叫做李工 Q 基金会，啊，这李工 Q 基金会伫咱 online 订啊啦，吼，啊，这本册是我家己出钱互伊印的，啊，佮甲伊讲啊吼，你卖所有的钱拢赞助恁出版社，因为这就是我头拄讲的，台语运动伫1980年代伫海外开始的时。第一本台语文学最成功，延长到即卖杂志，叫做《台文通信》，啊，即卖叫做《台文通信网报》。啊，你知影出台语的拢无啥钱嘛，对无吼？所以我逐个月拢捐钱赞助迄个基金会，啊，我的诗集嘛共款，所有的收入拢捐互伊安尼。所以吼，恁若有兴趣就去家己订啦吼。所以我无咧卖册啦吼，就是安尼吼，这是我的诗集啦吼。好，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就先规站到遮。等下咱结业成了以后。就有 Q&A 的时间 ，Q&A 的时间就较无限制。恁想要听什么题材，咱就袂讲了的。想要讨论什么议题，咱就伫 Q&A 互相来讨论啦吼。所以咱两天的课程就到遮正式结束吼，感谢大家。